洪泰我见台湾的东部台东县长27是去意大利宣传观光，县内嘛8个乡镇市长28嘛陪原民会去北流参加建国30周年。全县有一半的首长拢出国，洪泰来了，有未少出国的首长嘛赶紧来取消行程，要赶返来台湾。 北流共和国今年独立建国30周年，总统指派原住民立委詹志勇做特使参加北流的国庆。28台东县8个乡镇市长嘛受到邀请去北流来考察。不过，洪泰的脚步愈来愈近，参加的乡镇市长拢一直看手机啊团的资讯，尤其是咱市的乡长嘛真着急。目前8个乡镇市长拢取消行程，下晡要赶返来台湾指挥。我已经很早就跟律师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联系，希望说随时注意。 台币的动态，那现在我们兰屿是封城宇宙，中午之后1点我们可能就要马上去机场。 另外，台东县政府27嘛组团去意大利参加万世全球年会，是县长姚庆玲带队来宣传台东县的万世观光。即嘛全县16个乡镇市都一半的首长拢无伫咧。台东县政府讲，县长已经对意大利返来台湾，暗算明仔会当到。目前一切拢照正常程序，是副县长代理指挥防灾应变中心来因应一切有可能的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